正正和好多人上到博弈咪，最中意問我一隻牌一鋪牌嘅輸贏，最中意問我今日應該打莊定打閒，最中意問我點樣才可以喺百家樂裏面上贏多啲。佢哋以為我何國新開了幾十年道場，手下掌管住葡京、新葡京，見慣了，無數在一夜之間贏幾千萬或者輸幾億嘅豪客。我最精通嘅一定係禮面上嘅概率與技術，一定係某種令人可以長期穩定贏錢嘅神奇方法。我今日同你講句真心話，你聽清楚，我只會講這一次係大錯特錯，擠面上嘅輸贏，在真正嘅資本博弈眼裏，不過係小孩子玩泥沙，係一個同真正嘅生死博弈根本冇可比性嘅遊戲。生之中最大最驚心動魄，甚至要押上全家性命去對鬥嘅一局，從來唔係任何一張綠色塔布喺，而係1961年整住對手嘅11大恐嚇，用我條命去同整個澳門舊勢力進行嘅一場絕地生死鬥，係一場令全香港、全澳門嘅人都以為我必死無疑嘅對決，係一場只有極少數人相信我可以贏嘅絕境博弈。今日直和，我要同你講嘅就係呢一場對決，係我係點樣用莊家思維破解11大恐嚇嘅完整故事，係一套喺任何人生困局都即用嘅破局智慧。喺我開始講之前，我想同你做個約定，我呢個頻道就你任何虛無嘅運氣，我只會用我一世人幾經生死，在資本與人性深處搏殺出嚟嘅真實規律嘅，幫你大腦建立一道不敗嘅防傻體系，幫你在任何困局面前都可以冷靜計算、精準破局。借和，如果你想以後每星期都免費吸收到呢啲救命嘅莊家智慧，唔該你依家即刻按下訂閱，開埋隔離個小立凳訂閱咗。好，即刻入正題，由我後生落難嘅那一刻講起，由我第一次真正理解死亡嘅那一刻講起。出面好多寫傳奇故事嘅書嘢，最喜歡將我1961年嘅決策包裝成江湖大佬嘅義氣之爭，係一種為咗面子唔惜一切嘅衝動行為。指人甚至話我當年有黑幫背景，所以才不怕死，係靠着某種江湖勢力嘅保護，先可以安然無恙。我聽完都只係淡然一笑，因為呢啲人根本唔了解我，根本唔明白我何獲新係點樣思考嘅。我何獲新一輩子做事最講求合約、法律、數據同絕對嘅冷靜，係一個用腦而唔係用蠻力解決問題嘅人，係一個在任何危機面前先計算後行動嘅人。我之所以不怕死，不係因為我好勇鬥狠而係因為我在後生落難、九死一生嘅歲月裏，一早就已經看穿了死亡嘅底牌。係因為我見過太多比1961年更加直接嘅死亡威脅，係因為我已經在最真實嘅生死環境入面經歷過恐懼類，並且學識咗如何面對佢。我出生在香港顯赫嘅河東家族，後生嗰陣本來係個冇憂無慮、住洋樓、有10幾個僕居人服侍嘅大少爺，係一個從來唔需要為金錢煩惱嘅人，係一個以為自己嘅生活會一直係咁嘅天真少年。但1934年我老後何光炒股票破產，拋下我咪逃亡越南，而一個令整個家族
瞬間崩潰嘅災難性事件，係我第一次真實感受到命運嘅無情嘅時刻。我而家一夜之間被債主搬空，真係搬空，係連家係都被搬走嘅，鐵底清空。我永遠記得我阿媽帶着我們搬去香港最窮嘅難民窟，1毫子買巴士飛嘅錢都冇，係一個由天堂跌落地獄嘅巨大落差，係一個令我徹底改變對世界認知嘅人生轉折。然後我讀黃仁書院，因為交不起學費，只能讀最差嘅 Class D， 係被其他同學看不起嘅位置，係一個另一個曾經係大少爺嘅人每日都需要面對嘅羞辱。有一次我棚牙痛到入骨，痛到冇辦法集中精神，影響正常生活嘅程度。我阿媽哭着拿出一粒1/9個1便士嘅硬幣，係當時面值極低嘅零錢。尋啊，係佢所有積蓄裏面可以拿出嚟嘅最後一點，對我講：阿新，阿媽得咁多，你拿去掹牙啦。我拿着硬幣去到親戚開嘅診所，我醫生親戚冷冷地看着我，係一種令我終生難忘嘅眼神，講你一句我一世都忘記唔到嘅話：阿新，你冇錢返去啦。如果你冇錢就不要嚟掹牙。呢一刻我咬緊牙關，把硬幣放回口袋。一個令我感到無比羞辱，但同時令我徹底清醒嘅時刻。我同自己講：阿新，你一世都要記住今天。當你冇錢冇實力嘅時候，你連呼吸都係錯嘅，係唔會有人因為你曾經係大少爺就對你客氣嘅。持一同和，係唔會有人因為你的過好就對你同情嘅。你唯一可以依仗嘅只有你自己個腦，係唯一冇人可以從你身上拿走嘅東西，係你唯一嘅真實資本。我瘋狂讀書，拿到了全額獎學金，創下了黃仁書院 Class D 拿獎學金嘅歷史，係一個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嘅結果。但係喺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必然，因為我清楚知道學習係我唯一嘅出路，我唯一可以改變命運嘅武器。但係好景不長，1941年抗日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係整個香港最黑暗嘅時刻。每一個香港人都面對生死危機嘅時代。我帶着10港元坐上了一艘隨時會被日軍炸彈炸沉嘅小船，逃難去澳門。係一個冇回頭路嘅選擇，係我必須去面對嘅現實。在澳門，我進入了聯昌公司工作，因為我懂英文、日文和葡文，而且心算極快，係一種令我在混亂嘅戰時環境中具有獨特價值嘅能力。我被委以最危險嘅工作，壓船嘅澳門物資極度短缺，壓船就係去海上同日軍巡邏艇、國民黨游擊隊以及殺人不眨眼嘅海島進行走私和物資交換。我係每一趟航行都係拿條命去同大海地搏嘅工作，係大多數人不願意做，但係薪水最高嘅危險差事。1943年嘅一個深夜，我押運一船重要物資，行經伶仃洋，係一條我已經走過無數次，但係每次都有風險嘅航線。突然衝出幾艘無掛旗嘅快艇，係不明身份嘅威脅，係最危險嘅情況。還未等我哋反應過來，海藻已經手持輕機槍登陸，閃電式嘅突襲係令整個船員來不及任何應對嘅攻擊。火光之中，海盜瘋狂掃射真實嘅子彈，
真實嘅死亡、真實嘅恐懼。我身邊嘅一個好兄弟，連哼都來不及哼一聲，就被一槍爆頭，溫熱嘅血直接淋到我半邊臉度，係我一世人都唔會忘記嘅感覺，係一種令任何人都會崩潰嘅衝擊。我當時整個人趴在甲板上，耳朵裏傳喺機槍嘅匿鳴聲，係一個正常人應該會恐懼到完全失去行動能力嘅時刻，但係我大腦冇慌，反而進入一種極度冰冷嘅雞散狀態，係我事後回想覺得係自己最感到震驚嘅一件事。係一種我唔知道自己原來擁有嘅能力嘅意外發現。我計算着海造有6個人，3支槍，佢哋而家在搶掠後坑嘅物資，前裝無人，係一個短暫嘅空隙，係一個唯一可以採取行動嘅時機。我趁着海濤轉身拿槍子嘅那一微秒掣關，打滾爬上甲板，搶走你留守海造嘅一柄輕機槍，係一個稍有不慎就會被就地射殺嘅行動，而係唯一可能改變局面嘅選擇。我閉上眼睛，瘋狂向康門掃射，一邊掃射一邊大喊開船，全速開船。最後隻傷員在黑夜中硬生生衝出一條血路，逃回澳門。係一個靠着冷靜計算，而唔係靠着勇氣蠻力換嚟嘅生存結果。這一年，我只有22歲，係一個原本應該係無憂無慮嘅青年人嘅年紀。但係我已經在真實嘅死亡面前學識咗一個令我一世受益嘅道理：恐買係人類最致命嘅弱點。係對手最希望你擁有嘅感受，係令你在根本唔需要退讓嘅時候主動縮沙嘅致命枷鎖。當對手越想用暴力恐嚇嚟嚇退你嘅時候，恰恰證明佢在規則之內已經無能為力，而佢已經出盡所有正當手段，但係仍然無法擊敗你嘅最後掙扎。如果你縮了，你一世人都只能任人宰割。而家係因為你向世界宣告咗你係可以被恐嚇屈服嘅人，係一個永遠無法在真正嘅博弈入面取得主動權嘅弱者標臨。這個由生死換嚟嘅智慧，成為了我1961年面對11大恐嚇時最堅硬嘅精神盾牌。係令我在所有人都以為我必死無疑嘅情況下，仍然可以冷靜思考嘅根本原因。時間回到1961年，新總督馬濟時上任，他看着澳門滿目瘡痍，看着舊有嘅博彩專營制度係幾腐敗嘅，係幾不可理嘅，決定廢除舊有嘅博彩專營合約，實行全新公平嘅公開競投，係一個對整個澳門都係正面嘅政策改變。但係對既得利益者嚟講，係一個令佢哋無法接受嘅威脅。當時把持澳門動業20多年嘅，係以傅老榕家族、高可寧家族為首嘅泰興公司，在他們眼裏，澳門嘅鬥業就係他們嘅私人提款機，係佢哋幾十年嚟精心建立嘅壟斷王國。任何人想分一杯羹，都係不可容忍嘅挑控，都係必須被消滅嘅威脅。我和碟漢、霍英東、別德利祖成立新財團，決定參與競投，係一個所有人都知道必然會觸怒舊勢力嘅決定。但係一個我認為係正確嘅決定，係一個可以改變澳門命運嘅機會。碟漢熟悉地屬，霍英東實力雄厚，別德利人脈廣泛。
而我負責制定整個現代化嘅破局投標書，係將我嘅所有商業智慧傾注入去嘅一份文件。舊勢力慌了，係因為他們知道和如果按規矩競投，他們陳舊嘅經營模式根本無法與我們競爭，係因為我們嘅方案係真正現代化嘅，係真正對澳門有益嘅。耶學和係一個任何公平嘅評審都會選擇嘅方案。於是他們決定動用規矩之外嘅力量，暴力與恐嚇，係佢哋唯一仲剩低嘅武器。1961年10月嘅一天，我坐在澳門信德辦公室裏，秘書敲門進來，臉色糟白，雙手冧抖地遞過嚟一封信，係一種令我立刻知道情況唔對嘅反應。我打開信封，裡面沒有信紙，只有一顆黃澄澄帶着火藥味嘅真子彈，持一個勿需要任何文字就可以清楚傳達嘅死亡警告。隨之而來嘅係全澳門黑白兩道瘋狂流傳嘅11大恐嚇，而係由舊勢力背後嘅代言人親自放風嘅11條針對我哋財團嘅威脅，每一條都係要將我們一網打盡嘅全面攻擊。第一條係要取我何痛心嘅性命，甚至開出你高昂嘅暗殺天上，係全港澳嘅殺手都在考慮接單嘅真實危機。第二條係要在競投當天用炸藥燒毀我唔所有準備開張嘅鬥場，係要在物理上消滅我們嘅生意基礎。第三條，全澳門嘅酒店旅店不穩，許向我們嘅客人提供住宿，係要令嚟玩嘅客人無地方落腳，從根本上斷絕我們嘅客源。第四條，封鎖海上交通。當時係港澳唯一嘅客輪，全部由舊勢力控制，佢哋不准船隻搭載我們嘅客人，係要將我們困死在孤島上嘅窒息戰略。第五條係要在我們到場門口安排無數乞衣流氓，實行肉體威脅。任何客人想進場都要先過呢關，係要令客人望而生畏嘅心理戰術。第六條，斷絕物資供應，全澳門嘅商戶菜販不准向我們供應蔬菜肉類食水，係要令我們連員工都養唔活嘅經濟封鎖。更多條，我唔需要逐一細數嘅威脅，每一條都係要從不同方向同時攻擊，我唔令我們四面楚歌，無路可退。看咗係面上那顆子彈，我深吸了一口氣，係一個唔係因為恐懼，而係因為需要冷靜思考嘅動作。霍英東打電話給我，聲音極度嚴肅，話我聽聞全港澳嘅黑幫都動起嚟啦，我哋只係做生意，犯不着拿條命去搏。聽我講，回香港產大把得。做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看着窗外澳門烏雲密布嘅天空，係一個需要做出影響一生嘅決定嘅時刻，係一個任何猶豫都會令一切努力化為烏有嘅關鍵節點。如果我當時選擇了回香港，對手就達成了他們最完美嘅博弈結果，戰而勝。係佢哋用最少代價達到最大效果嘅完美收局。他們利用我對死亡、對損失嘅恐懼，不用花一分錢就保住呢他們20多年嘅罵斷，就令我哋財團不攻自破。但我何可辛偏偏不信邪，係因為我在零丁洋嘅黑夜入面已經學識咗，恐怕係可以被計算克服嘅，係可以被冷靜分析轉化成行動力嘅。煎埋和我拿起個算盤，
開始將這11大恐嚇逐一格式化，係一個一個拆解佢哋嘅威脅，找出每一條恐嚇背後嘅弱點同破解方法。係用莊家嘅思維，把一個看似冇解嘅死局變成一個可以一一擊破嘅問題清單。聽完這11大恐嚇，相信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覺得這係一場根本不可能贏嘅死局。我想請依家喺熒幕面前嘅你，老實喺下方評論區留個言。如果你係1961年嘅我，面對這顆真子彈和全家被追殺嘅威脅隊，你會選擇回香港，還是留下嚟拼命？和留言寫下你嘅真心話。寫完之後，我即刻同你結尾。我係如何用2手妙棋將這11大恐嚇化為無形，針對第一條取我性命嘅威脅，我做你一個勒動全港澳連精算師都嘆為觀止嘅反向買命計劃，係一個只有真正理解人性嘅人先可以想出嚟嘅策略，係一個用對手嘅邏輯反制對手嘅精妙設計，直接在港澳所有主流報紙上登報，宣佈我何庫辛多已經出資100萬港元放入信託基金。如果我今天在澳門被刺殺橫死，只要能殺死刺殺我嘅後手，這100萬港元就全數歸佢所有。這手棋直接將人性嘅貪婪發揮到了極致，係一個令所有人都瞠目結舌嘅創新思維。10萬港元在1961年係唔可概念，係可以在香港買起整條街嘅天文數字，係任何一個普通人做幾輩子都賺唔到嘅財富，係一個令任何人都會雙眼發光嘅驚人顯相。對手僱用殺手嚟殺我，殺手也係人，殺手也愛錢。當這條重賞令一出，全港澳所有嘅古惑仔，甚至對手手下嘅寶藏品，都會天天盯着我個殺手。只要我個殺手一動手，蝦嘅人頭就值100萬，係一個令任何殺手都面對致命誘惑嘅局面。甚至連想顧學殺我嘅背後大佬自己都會害怕，因為只要我一死，無數想拿這100萬嘅亡命之徒，心理學會把矛頭直接對準他們，係一個用金錢建立起來嘅無形保護網，係一個令對手根本無法輕易出手嘅精密威能系統。這一步，我用絕對嘅金錢和人性，為自己建立一道無形但係最安全嘅防護罩。這係唔需要任何私人寶物，唔需要任何武力就可以建立嘅最強保護。針對第4條切斷海上交通、封鎖海路嘅威脅和舊勢力，以為控制了港澳輪船就能封鎖我，以為可以靠崩斷交通令我哋無法正常運營。我轉頭去香港，當時全港最先進、排水量高達3呎正嘅佛山號客輪，並創辦了信德船務，建立了自己嘅海上通道。係一個用商業手段徹底打破封鎖嘅反制行動。你封鎖我就自己建一條更寬、更大、更快嘅路。係一個令對手嘅封鎖戰略瞬間失效嘅直接回應，係用投資和建設代替抱怨和被動嘅積極應對。而最精彩、最具有決定性嘅一招，係我面如何破解舊勢力企圖用全澳門嘅物資黑幫嚟孤立我們嘅全面封鎖戰略。知道如果單憑我們4個合夥人去跟本地勢力硬碰硬，勝算係極低嘅，
係一場力量對比明顯不平等嘅對決。如果按照常規方式進行，我哋必然會輸嘅戰爭，我哋必須尋找一個大到連舊勢力都無法抗衡嘅超級保護傘，而係一個令我哋嘅對手根本不敢輕舉妄動嘅強大後盾。呢個保護傘就係葡萄牙政府和全澳門市民，係兩個任何人都不敢公開對抗嘅力量，係我們最強大嘅盟友。在我們嘅標頭書裏，我寫下呢一條讓葡萄牙總督和全澳門市民都無法拒絕嘅條款。我們承諾將 STDM 年利潤嘅90%全部用於澳門嘅填海建港、疏浚航道、興建學校、醫院以及社會慈善事業，係一個令整個澳門社會都成為我們嘅利益共同體嘅戰略性承諾。第一步，直接將私人嘅博弈升級，為了國家級嘅建設合作，係一個令我們嘅競投遠超普通商業競爭嘅戰略提升，係一個令葡萄牙政府有充分理由支持我們嘅強力論點。舊勢力想燒我鬥場，總督馬濟時直接下令和葡萄牙軍隊和澳門警方全副武裝、荷槍實彈，駐守在我們準備開張嘅物業門口，卑嘢咁動手，就係與葡萄牙國家機器為敵，一個任何人都唔敢輕易挑戰嘅威脅力量。舊勢力想發動乞衣流氓堵我哋門口，澳門警方直接清場，實行宵禁，係一個徹底瓦解對手收擾戰術嘅行政手段。1961年10月12日競投結果公佈，我們以微弱優勢成功拿下澳門專營權，係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嘅結果，係一個被所有人認為係不可能嘅勝利。舊勢力機關算盡，甚至動用了子彈和死亡威脅，動用了幾十年嘅人脈和勢力，但係最終他們在我們精密嘅格式化破局和利益共同體面前，和輸到一敗塗地，不得不低頭與我哋合作，係一個用智慧徹底擊敗暴力嘅完整案例。此係一個令我一世人都引以為傲嘅人生時刻。這場驚天對決我贏了，係一個任何人在事前都無法預料嘅勝利，係一個只有真正理解人性和系統嘅人先可以取得嘅成果。我贏不係因為我比對手更有勢力、更能打，因為我有更強嘅黑幫背景或者更多嘅武力支持。我贏係因為我懂得用系統去對抗個人，用規則與人性去建立防守。係因為我在最危險嘅時刻仍然可以保持冷靜計算嘅能力。因為我將每一條威脅都格式化成一個可以用商業手段解決嘅問題。對手用暴力恐嚇暴露啦，他們在規則內無法擊敗我嘅虛弱，係佢哋出盡所有合法手段仍然失敗嘅絕望反應。而我利用日萬反向限上，利用信德船務，利用90%嘅利潤回歸澳門，將對手嘅暴力攻擊一一化解，並且將每一條威脅都轉化成了我嘅優勢，係一個徹底嘅正面反制，係一個令對手嘅每一步棋都變成你自相嘅精妙設計。人生係一場無限賽局，係唔係贏一場就結束嘅遊戲，係需要長期保持競爭力嘅持久戰。當你在生活、工作或者投資入面遇到看似無法破局嘅死局，對手拿着威脅、困難
甚至絕境指着你個頭嘅時候，請你記住我今日同你講嘅道理，不要被恐嚇劫持你個腦。恐嚇係對手送給你嘅最大禮物，係令你主動放棄本來可以贏嘅機會嘅致命武器。冷靜下來，將危險拆解成可以解決嘅細節，尋找規則背後嘅漏洞，建立你嘅利益共同體，令足夠多嘅人成為你嘅盟友，而唔係你嘅敵人。面子最不值錢，係唔可以令你在真正嘅困局入面取得任何優勢嘅虛無東西嘅意氣之爭，只會令你加速滅亡，只會令對手不費吹灰之力就達到佢哋嘅目的。極致嘅冷靜底線、思維和對規則嘅精密計算，才係你在任何人生等局入面立於不敗之地嘅真正心法，才係令你可以在最惡劣嘅環境下仍然找到破局之道嘅核心能力。如果你覺得我今天分享嘅1961生死對決和呢套破局思維幫到你點醒大腦，幫到你更清楚地理解點樣面對人生中嘅各種困局，請你將呢段影片分享俾你身邊需要智慧與勇氣嘅朋友，幫佢哋喺最困難嘅時刻找到屬於自己嘅破局之道。最緊要再次確認你已經點過讚、訂閱咗我呢個頻道，開埋小鈴鐺。其繼續用莊家思維幫你提升認知，幫你在人生嘅大賭局入面做一個真正嘅贏家。保持清醒，不賭就係贏。何良新，我哋下一期再見。